镜头来国外，再去看世界。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去中国访问，有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艾班尼斯嘛是最近17当来第一个去中国访问澳洲的领导人。伊表示，双方已经消除一寡贸易障碍，并展现两国的关系已经有咧变好。 澳洲总理艾班尼斯提时起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伊出席上海进口博览会，对中国总理李强提起未来5年来进口货品甲服务总值会达到17兆美金表示肯定，佮较毋望中国尽速扫除对澳洲产品的关税壁垒。And we know that constructive economic engagement between countries helps to build relationships and helps to build understanding, both of common interests and where there are differences. And that is why the government that I lead will continue to work constructively with China. 艾班尼斯访中进前，北京当局已经陆续放令，对澳洲美亚团无在定商品的进口限制，搁伫顶个月释放。华裔澳洲籍记者承认，即摆澳洲总理亲自出马，都是希望中国会当加紧脚步，放令对澳洲葡萄酒、龙虾甲牛肉等产品的进口障碍，搁进一步释放澳洲华裔作家杨平君。但是艾班尼斯就落飞机也无未记哩表明立场。We must cooperate with China where we can. We'll disagree where we must. 澳洲虽然伫国际贸易上希望甲中国加强合作，因为伫区域安全上，煞甲美国卡共天线。伫前总理莫里森时期，加伫奥克斯，美英澳三方协议，就是要对抗中共伫亚太地区带来军事威胁。外界预期，艾班尼斯七日暗甲习近平会面时，会提出对南海紧张局势升级的烦恼。《纽约时报》指出，虽然中澳两国的和解当咧出题进展，也毋过有望看到。那艾班尼斯伫访问中国进前，也捌先去。 华府甲美国总统拜登会面，拜登迄当时就提醒，毋通对中国上路有伤济投资，讲是新闻真回应朋友。